歡迎收睇醫療事營建講。緊接落嚟係肺炎球菌疫苗資助計劃。肺炎球菌感染同普通傷風唔同，殺傷力可以好強，除咗引致肺炎，甚至會惡化成腦膜炎、敗血病等。對於長者或者免疫力弱嘅人士，威脅特別大。而打肺炎針係預防入侵性肺炎球菌病最有效嘅方法，亦大大減低感染之後出現嚴重併發症同死亡嘅風險。衛生署就強烈建議合資格長者要盡快接種相關疫苗，以加強保護。肺炎針唔似流感針咁要年年打，通常長者只要按指示打1至2針就可以得到長期保護。加上肺炎球菌感染全年都可能發生，並無特定季節性，所以計劃係全年都接受申請。只要你年滿65歲又未完成接種，就記得要盡快安排打針。要留意肺炎針有唔同款式，不過醫護人員會按照你嘅情況建議你應該打邊一款肺炎針。市民可以放心，唔使怕打錯針。香港居民只要符合以下嘅資格就可以參加計劃。